我哋多少都曾經聽過羅馬城下仲有另一座城市，咁係因為呢座意大利首都最早可以追溯至2700年前，係建喺一層一層嘅定居點上。隨住時間流逝，由於洪水、城市規劃嘅變動或者建築更新，新嘅建築取代舊嘅建築，創造咗我哋如今所認識嘅考古三文治。全新紀錄片《羅馬地下城》由洛朗波特斯執導，MyMax 監製，目的係透過地鐵新線嘅建設，帶領我哋探索呢座城市之下嘅世界。我哋想向大家用不一樣嘅角度，從地下，並透過新嘅羅馬地鐵絲線建設期間喺歷史中心區最激動人心嘅發現，講述羅馬嘅故事。呢個就係羅馬地下城嘅故事。每次為改善羅馬市內交通展開工程，由於大量具有考古同文化價值嘅文物出土，工程被迫馬上停工。呢個正係點解紀錄片可以用一個詞嚟定義，就係挑戰。而呢個無疑係一場標誌性嘅事件，因為首先前兩條穿越羅馬嘅地鐵線都只係擦過歷史中心區，而喺呢度地鐵系統某程度上第一次穿越咗歷史城區，古典同帝國時代羅馬嘅真正中心。一條連結過去與未來嘅新方式，一段地下嘅歷史旅程，邀請我哋探索被稱為永恆之城嘅古老文明。